倒摆的马达里，寒天常常有时无电。如果若是咧下早时啊，上班时间拄着，急路就会错驶。这使用的时间若愈久，通常超过1年以上，发生暂时性的无电，几率就会变大。如果若拄着应急的方法，就用这款充电器，直接充电5分钟，电就会复原。奥多摆车会当发动，赶紧上班通重要。不过，马达里咧寒天时会常常无电，除了顶下讲的主要的原因之外，如果是这种爱加水的马达里，如果若是将来毋捌家己添过水的，内面的水一定输甲焦焦，无怪咧寒天会失电。如果若要较欠的，马达里使用咧2年内，买一罐水来天天的就会使。如果惊会过来失电，建议也是将伊换掉会较保险。这几种的方式拢会使来参考。